Hello， 大家好，歡迎大家收睇 Man 空的嘅 YouTube Channel。早嘅 Honor 發佈咗一部幾特別嘅旗艦機，叫做 Magic 8 Pro Air， 又 Pro 又 Air， 到底發生緊咩事呢？咁陣間啦，就同大家分享下啦，再同 iPhone Air 以及 Samsung Galaxy S25Edge 做翻個比較，望下佢有咩過人之處啦。話說舊年手機市場吹起一股鬥輕鬥薄嘅熱潮，之後 Samsung 拉開序幕，在 iPhone Air 接力啦。雖然主打超輕超薄嘅機身啊，但都引起唔少批評，就認為為咗做到極致嘅輕薄呢，而犧牲咗一啲重要嘅規格啦，就等於講客。咁可能市場嘅銷售數字啦，都反映咗一二啦。咁最主要問題啦，就 iPhone Air 得個單鏡頭，而且電量都縮水咗唔少啊，影響咗佢嘅續航力。咁再加上啦，冇咗實體卡槽，變成全 eSIM，都可能引起一啲嘅不便。iPhone Air 嘅不完美，可能俾人一個印象，追求輕薄就等於妥協啊！機身同埋硬件之間只能夠二選其一，只不過有冇可能突破技術限制，做到 Air 機身再配上 Pro 嘅規格？意思即係話硬件無需再讓步呢。咁今次 Honor 啦就交咗一份答卷，就叫做 Honor Magic 8 Pro Air 啦，就係一部超輕薄嘅旗艦，但硬件呢一樣都做得非常之好。咁某程度上啦，就係向 Apple 嘅 iPhone Air 下咗戰書，咁依家就同大家開始介紹啦。只不過有件事一定要講咗先，左手邊就係 iPhone Air， 中間就 iPhone 17 Pro Max 啊，而右手邊啦就係今集主角 Honor Magic 8 Pro Air。咁呢三部機身設計有咩異曲同工之妙呢？就交翻你哋自己去聯想啦。咁其實啦，有一部紫色嘅版本啦，我就認為更加賞心悅目嘅。咁唔知道你同唔同意我嘅睇法呢？機身方面，先講呢部 Honor 機最傑出嘅賣點就係機身重量做得非常之好，只有155g 啦。而相反啦，望望右下角 iPhone Air 就165g， 而 Samsung 輕極咧都有163g 噶，咁能夠低過160g 啦，真係值得一讚嘅。但係機身厚度就係三部機之中最水皮，守唔住6mm 大關。相反啦 ，iPhone Air 就做得最薄，只有5.6mm 啦，而 Samsung 都係5.8mm 嘅啫。咁唔知道重量同埋機身厚度之間，你會點樣取捨呢？就好歡迎下面留言啦，就一齊討論。提起輕薄機中，坊間大部分人只留意到重量同埋厚度啊，其實呢部 Honor 機有好特別嘅地方啦，就主打住細螢幕啊，用上非主流嘅6.31寸啦，而相反 iPhone Air 就6.5寸，而 Samsung 就更加大，去到6.7寸。正因佢用上細螢幕啦，就導致機身面積係三部機之中最細嘅，都代表住啦呢部 Honor 機只有更少空間去容納硬件啊，都提高咗技術嘅難度。話就話機身面積俾人細咗好多，導致可用空間雪上加霜，但係電量呢就偏偏相反，喺呢三部機之中最大，而且啦比佢哋仲大咗唔少嘅，都成為今次一個好突出嘅優點啦。就係用上青海湖電池啊，利用高密度嘅優勢，可以做到5500mAh 啦，咁證明咗輕薄機種都有能力超過5000電量噶。咁依家就同大家比較下啦 ，iPhone Air 得個3149mAh 啦，而 Samsung S25Edge 啊就好少少，就3900，但係講嚟講去都係冇能力超過4000，咁所以今次 Honor 可以做到5500啦，都令人眼前一亮，都話俾大家聽啦，因為輕薄呢就並不是細電量嘅藉口啦。下一個輕薄機中常見問題就係冇咁多位容納咁多粒相機鏡頭，就好似 iPhone Air 啦，賣到8000幾蚊就只能夠擺到一粒主鏡頭。咁有啲人啦就會話，一相機模組嘅位置啦，就用嚟放置其他嘅硬件啦。而換到嚟 Samsung 啦，情況就好少少，可以放多粒廣角鏡頭，但賣到呢個價錢冇長焦鏡呢，有啲人覺得都係爭咁啲嘅。而今次 Honor Magic 8 Pro Air 之所以夠膽叫做 Pro 呢，就係因為佢成功克服咗空間嘅限制啦，擺晒三粒鏡頭落去，包括主鏡頭、廣角鏡頭同埋剛才缺席嘅長焦鏡頭。咁陣間再詳細同大家睇埋佢入面嘅 spec 啦。
至於實體卡槽嘅問題，今次 Honor 就話俾大家聽，輕薄機種都可以容納雙實體 SIM 卡槽啊，而且去到支援 eSIM 啦，咁所以睇嚟啦，以後輕薄都唔係淨 eSIM 嘅藉口啦。去到防護能力，有啲媒體都追住 iPhone Air 嚟打，就強調今次 Honor 嘅 Magic 8 Pro Air 啦，就用上530 MPa 嘅航空級鋁合金啊，就令到堅固程度會好過 iPhone Air 嘅400 MPa 鈦金屬。咁另外啦，去到支援 IP68 再加埋 IP69 嘅專業防水防塵噶。介紹完呢部 Honor 新機嘅主要特色，研究咗咩叫做又 Pro 又 Air 之後，咁跟住落嚟，我想做啲深入少少嘅分享啦，同大家去計下數。我認為今次 Honor 最成功嘅地方啦，就 keep 住咁輕薄嘅機身嘅同時啊，而且 keep 到啦5000 mAh 以上嘅電量啦，叫做克服到啊輕薄機中常見嘅障礙，就好似 iPhone Air 啦，先得個3000 mAh 嘅電量。咁我認為啦，最主要嘅幕後功臣呢，就係今次用上青海湖電池啦，透過高電池密度啊，就可以做到咁大嘅電量，又唔影響到重量嘅。咁呢度就同大家一次過列出晒3部機嘅電量以及重量，而戲肉就落咗喺第3行啊，電量除以重量，咁就代表住啦每 gram 嘅機身重量啦，係可以承載到幾多嘅電量。咁當然啦，數字就越大越好嘅。咁大贏家呼之欲出就係第一部 Honor Magic 8 Pro Air 做到 35.48 嘅 mAh per gram 嘅，咁而大輸家啦就係 iPhone Air 得個 19.08， 咁啊 Samsung 叫做好少少啦 23.93， 咁只不過啦仍然同 Honor 係有一段落差嘅，咁所以啊如果 Apple 嚟緊想推出第2代嘅 iPhone Air 啦，就可以考慮啦用上更加好嘅電池密度去追翻呢個落差啦。淨係研究重量絕對唔夠，都要探討埋機身厚度，反映翻啦粒電嘅體積同埋電量之間嘅關係嘅。咁呢度啦，用翻同一個計算方法，就係電量除以厚度，望下啦每 mm 嘅厚度啦，可以承載到幾多嘅電量。咁同樣啦，都係數字越大越好嘅。咁 Honor 嘅比例啦就做得最靚，係成功拎到 901.64 噶。咁而 iPhone Air 啦，再一次啊包尾啊，只得 562.32。去到 Samsung 嘅 S25 Edge 就 672.41， 都係嗰句啦，電池密度真係輕薄機種嘅重要關鍵啊！下一項我想詳細探討嘅規格就係相機鏡頭。正如剛才所講，機身越輕薄就越少空間啦，去容納相機嘅鏡頭啦。咁而今次 Honor 做咗最成功嘅地方，就做到咁輕薄得嚟啦，仲可以 keep 到3粒鏡頭嘅。咁喺呢3部機之中啦，唯一一部啦可以 keep 到長焦鏡，適合啦想追求輕薄又想去拍翻遠攝嘅朋友。咁先同大家比較主鏡頭啦。咁但係見 Honor 同埋 Samsung 啦，就成功 keep 到旗艦級嘅規格1/1.3寸，但係呢，其實咧佢哋鏡頭模組啦都大大咁突出咗，咁所以就咁用機身厚度去計啦，就有啲唔公平同埋有啲出貓嘅成分。而 iPhone Air 啦就3部機之中最細啊，只得1/1.56寸。而去到廣角鏡頭啦 ，iPhone Air 就無緣嘅。咁所以 Honor 啦有5000萬像素，但係官方啦就從來未提供過佢嘅感光元件尺寸啦。咁我估啦唔提就應該係細 sensor，咁有可能1/2.88寸啦，又或者更加細1/2.93寸，嗰啲係超迷你5000萬像素嘅。而去到 Samsung 啦，表面上1200萬像素就有啲蝕章，但係 sensor size 啊絕對唔弱噶。咁1/2.5寸啦，咁 pixel size 更加大，夜拍會更加好。咁再加個好勁嘅殺手鐧啊，就係廣角鏡頭支援自動對焦。咁呢個位啦，小米都應該學下嘢啦。去到最尾啦，長焦鏡頭就 Honor 一枝獨秀，都係今次話俾全世界市場聽啦。咁輕薄其實都有能力放到長焦鏡，咁以後啦唔擺長焦鏡啦，都唔能夠輕薄用嚟做盾牌，用嚟做借口啦。咁啊6400萬像素啦，半寸 sensor 仲大過嗰啲咩 JN1 啊 JN5 嘅，咁啊3.2倍嘅變焦啦。最後分享埋處理器同埋機體，探討呢3部機嘅性能表現。叫得做 Magic 系列啦，就代表住高階同埋旗艦定位啊。咁當然就用翻旗艦 U 啦，但係估唔到啦，今次就用咗 MTK 最新嘅天璣9500，因為之前分享過嘅 Magic 8 Pro 啦，就用緊 Qualcomm 嘅 Snapdragon 820 Gen 5啊。咁見到啦 Honor 同時發展 MTK 啦，同埋 Qualcomm 嘅旗艦 U， 而 iPhone Air 當然用翻 Apple 嘅 A19 Pro 啦，而去到 Samsung 啦就上一代旗艦 U 啦 ，Snapdragon
Elite，因為係舊年嘅旗艦機噶嘛，咁唔知道今年啦會唔會出新一代嘅 Edge 啦？而去到 RAM 啦，咁 Honor 就唯一一部提供16GB RAM 嘅配置選擇噶，咁其餘啦都係只得12GB嘅啫。而去到 Storage 啦，Honor 同 iPhone 咧就係用到最高嘅1TB，咁而 Samsung 啦就係512GB 止步嘅。咁就咁睇 RAM 同埋 ROM 啦，咁Honor 就唯一一部可以做到16GB RAM 再加1TB Storage。但係點講都好啦，呢3部機都係好高階嘅性能噶啦。聽完剛才介紹同比較，相信大家就會發現呢部 Honor Magic 8 Pro Air 嚟嚟去去就兩個好重要嘅技術突破。第一，咁輕薄嘅機身啦，竟然可以擠到5500mAh嘅大電量啦，咁其兩間大廠啦，全部都不高於4000，咁主要就係靠翻去青海湖電池。而第二個好重要嘅突破啦，就咁輕薄嘅機身啊，成功擠到3粒鏡頭，咁擠埋長焦鏡落去啦，咁同 iPhone Air 就形成咗好大嘅對比，都令到後者啦更加尷尬嘅。咁唔知道啦，呢兩個突破會唔會幫你掃除咗買呢啲輕薄機種嘅心理關口啦？咁都歡迎下面留言啦，就同大家分享。咁去到目前為止啦，都未有任何消息講過呢部新機會唔會喺香港上市嘅。咁我自己啦，當然都唔知道啦。咁唔知道你有冇興趣想入手一部，想唔想香港行貨啦？咁都好歡迎下面留言啦，就同大家分享翻你嘅睇法啦，同埋你嘅意見。咁我希望啦，今次呢兩個突破啦，都可以鼓勵其他廠商嚟緊啦，都會繼續耕耘輕薄嘅機種啦，可以做到更多嘅突破，咁令到大家啦無需再喺機身嘅體積重量同埋硬件規格之間啦，只能夠二選其一啦，一定要妥協嘅。咁有時做人啦都可以盡量做到兩全其美。最後俾我分享多個題外話，既然難得講到輕薄機種，其實有一部啦香港冇得賣，但我認為幾唔錯、幾吸引嘅機啦，好想同大家分享埋嘅。咁就途中呢部 Motorola Edge 70咁都係部幾新嘅 product。佢最犀利嘅地方啦，就話俾大家聽，其實輕薄嘅機型呢，唔一定限於貴價高階機，又或者旗艦機，因為呢部機啦只係中階機嘅定位啦，中階嘅價錢，咁佢就做到6mm嘅薄機身啦，再配上159g 嘅輕型手感，而電量啦都做得比 iPhone Air 啦同埋 Samsung S25Edge 出色嘅，就因為佢成功拎到4800mAh，雖然比今集主角 Honor 啦就爭咁幾百，咁但係始終都叫做4500以上，咁續航力啦都會相對合理翻好多嘅。咁唔知道啦，大家有冇聽過呢部機啦，甚至有冇買到水貨用到呢？咁都歡迎下面留言啦，就同大家一齊去分享下。咁其實我成日都覺得嘅，咁Moto有唔少機啦，都幾 OK。咁香港完全冇得賣啦，就過往得個兩款摺機呢，就真係有啲可惜。如果唔係嘅話啦，市場上面有更多嘅選擇啦，未嘗唔係一件好事嚟㗎。好啦，今集分享大功告成，好開心啦，就同大家分享咗輕薄機身都有能力做到大電量啦，同埋容納到3粒鏡頭，成功玩到遠攝，成功啦就將過往輕薄等於妥協呢個心理關口係打破咗嘅。咁唔知道啦，嚟緊啦 Apple 同埋 Samsung 會唔會再推出下一代輕薄機型呢？咁都好值得我哋拭目以待啦。咁如果佢推出嘅話，咁技術上有咩突破，會唔會克服翻現有嘅障礙呢？咁呢啲位啦都好值得我哋去期待嘅。咁今集啦就講到嚟度先啦。咁唔知道大家有冇興趣買呢部 Magic 8 Pro Air， 期唔期待香港會上市啦？咁都歡迎下面留言啦，就同大家分享翻你嘅睇法、你嘅意見。但係點講都好啦，呢部機咁嘅大快活橙色，又叫做 Pro 又叫做 Air 呢，真係好難令人唔會有一啲嘅聯想嘅。咁聯想啲咩啦？相信大家就會明白我講緊啲咩啦。咁再加多一個題外話中嘅題外話啦。咁你哋有冇諗過啦？其實呢部機可以叫做 Magic 8 Air Pro 啦，而唔叫做 Pro Air。咁 Pro 同 Air 應該邊個擺先，邊個擺後啦？其實都係有啲學問同埋討論空間喺入面嘅。咁你點樣睇啦？都好歡迎下面留言啦，就同大家一齊吹水，一齊去討論。咁最尾啦，非常之多謝大家收睇今集啦，希望你幫手俾我 like 今次片，訂閱翻 Man Home Tech 嘅 YouTube Channel。喺度再一次多謝大家一直以嚟對 Man Home Tech 嘅支持啦。咁嚟緊啦，想唔想介紹埋 Honor 嗰啲咩 Power 2啊，咩 Win 啊 Win RT 啦？咁嘅興趣都好歡迎下面留言啦，就同我提出翻。因為香港冇得賣啦，咁有時候我哋都唔會咁高嘅意欲或者迫切性係去同大家做介紹，咁都收集翻一定嘅 noise 啦，咁我哋先至會做片嘅。